欢迎观众朋友对广国之后继续收听起教国际。嚟咗禮拜新聞幕後，同大家來關注係兩隻主題。上半場我來討論嘅係黎明哲事件對兩岸關係影響。其實本小家來到現場嘅來賓，同埋做視頻呢係台北市好台灣莊桂生莊教授，莊教授你好。主持人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上嚟各位鄉親朋友小介係來自台灣國際戰略學會嘅王坤義王會長。主持人各位大家好。謝謝兩位老師來到我們節目的現場。那我們分成兩個主題，上半場想來關注黎明哲事件。先好奇看一下哦，基本人關呢差不多250人以後，今日審判，談到佢切假講，係承認一切起訴嘅內容，放棄上訴嘅機會。不過到台灣呢，你從然摸唔清楚，到底黎明哲做嚟乜嘅，人呢係乜嘅罪？佢講佢承認起訴書底度嘅一切，你係咪講嘅一切又係乜嘅內容？而家中國官方實在也無明確宣佈佢所有嘅吹創啊，吼一切嘅吹創哦，一度就係外界媒體嘅猜測。不過就黎明哲先生佢一個人吼，佢本身嘅行為來講吼。假實表嘅影響台灣社會吼，絕對唔可以有人講佢係一個支持台灣獨立，係呢所謂嘅支持一種民進黨之類嘅安尼人啦。哦，因為喏，第一擺其中乜嘅會去到中國來，佢本人做起來吼，係呢外界嘅報道就會講佢上愛去賣藥，吼上愛去中國尋醫生，吼因為佢要看人是要看病，吼一種人吼到台灣社會，可見咧佢對中國社會吼係呢有一定嘅情感嘛。哦，無佢唔會做安尼事情。各位觀眾朋友都印象深刻，就提到講，哦，安尼對中國太旅遊啊，種嘅興趣願意去嗰邊，哦，尋頭路行嘅尋醫生嘅人，吼，到台灣本地嘅政治支持立場上來講，可能唔係黨委講支持所謂嘅綠色政權或者係本土政權，我想也係非常清楚，而且中國也非常嘅了解。對台灣來講，一度民進黨嘅政治人物，係呢所謂支持獨立嘅政治人物，吼，根本戲就做唔得戲啊！佢簽證佢乜嘅都唔本，一開始連政權就無法本啊！對佢哋來講，從事安尼嘅控制係呢管理係非常簡單嘅事情。係一定就會講，係佢本身來講，佢都去以前佢係相信佢本人完全冇意識到一擺佢會本作，係會本作，係所以嚇佢都當然做起來，我想佢本人係要台灣嘅社會，佢冇看人就非常嘅。錯愕，非常嘅 surprise，我想係非常正常。因此呢，佢做嘅乜嘅事情，係呢，佢到底犯嘅乜嘅罪，其實並不重要。因為中國官方來講，對於佢嘅嗰種行為，譬如講一般外傳嘅佢，發現大麥嘅書，嗰種中國唔喜歡嘅書，某一隻名讚，一種事情到中國講實在嚟講，吼，也可大可小啊！有啲位人到中國也有當到這種支持民主嘅言論，也不一定100%就會本作去所以一種先測性執法嘅情況，到中國係非常常見嘅。一擺去做起來，我想對中國嚟講，對台灣放出一個訊息，就係講，不管你政治立場到台灣樣嘅，你只要我知道我唔喜歡。就可能到中國本來要受到一法律嘅處理，因此一點也就係講，中國希望傳一個訊息，就係講，對萬人嘅話，就係談萬人嘅講，唔到中國要乜嘅做生意也好，尋頭路也好，係呢來讀書也好，反正你只要同我有關聯，你就要談嘅，我想一點係一個非常重要嘅一個訊息，就算佢一般人來講，沒當就會講到政治上來講，沒有非常重要嘅政治嘅參與，但係碰到佢哋會帶線係那種的。張老師，我覺得這邊我們聽到一個見解，就是他做了什麼犯什麼罪不重要，但我從結果論來請教一下王老師，我看到其實在中國顛覆國家政權罪，你有可能是輕則拘役。然後，如果你是被視為是主要的嫌犯的話，可能會是7到10年，甚至可以判到無期徒刑。究竟這個5年，老師你覺得是重刑還是輕判？我們知道哈，以顛覆國家政權罪的話，它的刑法裡面規定的應該就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那我們可以看得到，在這次他很巧妙的安排安排一個主犯叫做彭宇華，這是湖北人士哈。那主犯都才判7年，對，沒有判到10年咯，如果今天不是李明哲的話，這個一定判到10年以上。他才判7年，那這個什麼？
这个李明哲他其实只是一个跟随者、参与者啦啊，他也不是一个主犯，的从犯应该是这样的，所以他判5年，那讲起来是合理的啊。如果我们从法律上来讲的话，那是一个合理性的，当然也是刻意要把它稍微轻判一点，啊，那这是一个特殊的一个安排跟那个情况。但我们那一天看到岳阳市的这个中级人民法院还及时的用网络视频，让大家可以同步掌握这个宣判的过程。这显然是一个刻意安排的，像是一场秀一样。这本来就是一个政治教育啦，怎么讲？他教育的对象是谁？第一个台湾人呐，在大陆的台湾人，他要教育他们本地的人，就是两岸啦。但讲是教育，可是我觉得对我们这种，如果像张老师所讲，我如果去之前完全没有料想到自己可能会落得这样的下场，它不是教育，它对我讲是一个震撼，是一个威吓。明年3月份这个两会之后啊，就全国人大的政选以后，他会通过这个什么，让常住在大陆的台湾人会有参政权。这个参政权包含了选举，包含了参加他们的公职，他们的公职其实很广泛，就是包含了入党，那也算是政治权利。所以他这次不是有剥夺2年的政治权利嘛？是。你说，哎，我又不是大陆人，我又不是中国人，我去对，我们本来在那边就不能投票，不能成为候选人。他是预防的，就是说告诉你说，你看我要准备给你们这个什么政治权利了，所以呢，你有这样，你享受这样的权利，你也要负担某种义务，这种义务就是说遵守我的法律。所以李明哲这是一个什么？这个判例算是一个首创，他也是第一位被因为颠覆国家政权入罪的台湾人。对，然后最重要在后面那个但书，剥夺2年的政治权利。我们这边是褫夺公权，对，就是你不能担任国家的这个公职人员嘛。是，他们用政治权利包含了加入共产党，因为他们一党领政啊，对，所以共产党的位置也算是公权啊，也是一种政治权利啊。那他们很多这个什么民间团体啊，说实话说民间团体其实也是政党扶持。对啊，也是属于国家的这个团体之一啊。我们看这个谁啊，卢立安他不是上海台联的会长吗？那他这个台联也是政治权利啊，也是国家的权利啊，所以这个范围很广所以李明哲判这个东西，就是说他给予这个政治权利的剥夺政治权利的一个判，现在还没给，但是未来会给。对所以他这个还没给之前，我就先断了你这个东西。对，那就那个什么。作为一个指标，或者作为一个什么判例，未来如果说台湾人有涉及到这一方面的一个问题，那么同样的也可以剥夺他的一个政治权利，这样的东西。除了安尼，你也讲到，其实透过你也重审判，建立比较，当然对人来讲係當唔好嘅典範，那你唔想看到。不過對中國這個內部來講，係咪建設比較真實？我已經年代話到講，中國而家作為和平嚟驗證有機會有民主化。其實你也看到，不論你係乜個黨嘅人，唔來中國想要咩民主，下場是安樣。其實冇想到講，原來呢隻判例對佢嚟講，負面影響比正面太多。第一啊，像中國佢本來就係一個都憲法裡頭佢就強調佢係一個中國共產黨執政嘅國家。因此很多中國。我講有多黨制嘅民主，也係根本違反佢嘅憲法也好，即國家基本嘅建立嘅原則也好，係根本違法嘅。所以你講一種喺中國建立乜嘅民主，係你推動乜嘅樣嘅一種憲制等等實際上本來我知道係一個較天真嘅想法啦，因為中國官方從來也冇講過佢都一方面愛來開放嘛，而且佢一本他嘅形象嚟講，佢嘅統治非常嘅穩固，非常有正當性，不拖呢，雖然冇實施民主，但係佢係呢有一種所謂民主嘅本質嘛，所以佢前不久講，中國係世界上最大嘅民主國家，中國嘅官方媒體講嘅中國係世界上最大嘅民主國家，因為我嘅民主天意向同日西方嘅民主係冇共樣，你不能講只有日西方式嘅民主，有獻祭嘅民主、三權分立嘅民主，真係都民主，安尼嘅民主，共產黨式嘅民主就唔係民主。因此既然有安尼嘅前提，我記下講佢就係亞洲民主，唔來咯，唔係同佢搗亂，唔係來推動我嘅民主，一點嘅第一。第二啊，我想從每個角度嚟講，任何嘅國家對於其國家體制嘅顛覆咋
好，唔免講黎明在身上，佢只會一個點複雜。我講任何國家對佢本身體制嘅點複雜，且都要法律來處罰啦。好，美國按民主講，而家假設有人講啊，都美國愛來暗殺美國嘅總統，係呢愛推翻一美國嘅政府吼。美國本地人講啊，愛推翻美國政府，係言論自由。好，假設人家古巴人之後都美國講啊，愛推翻美國政府，好，佢最強就把驅逐出境，把腳借回吼。所以任何國家都有國內國外嘅人吼。言論自由係呢，好一種政治上嘅權利係無窮用嘅。好，一個美國人假設講啊，要推翻川普，啊川普唔好，好我好佢來參加選舉，我來選總統，我來推翻川普，哦，安尼都美國無人要理。啊，正常樣發展就冇辦法發展，但係我假設成立一個團體，吼，好接受俄國的支持，好，我講我要推翻川普，我要選總統，拿俄國的資金，吼，也絕對做唔得咧，也就不管。前改迄憲法第一修正案播種嘅言論自由，會不會該是像離下通俄門事件咁樣接觸調查？就個國內唔要主張用嘅推翻美國政府，好和平嘅方法、合法嘅方法係做得，但係我嘅組織假設接受外國嘅支持，冇講俄國嘅支持啦，有人講英國嘅支持就會違法。嚇，就會違法啊！遐選舉都美國人選舉，結果人拿資金，冇講俄國的資金，拿英國的資金就會犯法嘅。啊，就除非經過前對做唔得咧，外國資金不管乜個國就一樣。所以美國同以色列關係安好，以色列派咧去說服伊咧美國嘅猶太人同以色列做間諜，捉到照樣判30年。一樣判30年，同俄國嘅間諜去吹供用，一樣判30年。以色列打敗美國總理到美國一訪問就講，哎呀拜託啦，係呢，好看到兩個國家合作之下，吼，甚至用乜嘅交利益作為交換，希望把佢表出來。美國當萬人做總統，至少到以下來講係冇唔同意。也就是講，大家國家對佢本身政權嘅完整性，吼，係呢有一定嘅堅持啦。好，其他嘅角度嚟講，吼，假設因為台灣係中國係無共用嘅國家，好，佢對於台灣人用嚴格嘅處理，吼。就可以了解啦。假設講，不斷的抗議佢冇言論自由，嚇不斷的抗議講佢咧政治參與樣，嚇當然也冇差，但係亦就有一啲咧，就係將把佢刺激為係中國嘅人民，嚇去抗議中國嘅政府，嚇即係把中國嘅政府看作係自家嘅政府，所以要同佢抗議。我知道一邊嘅條一作也黎明在線上，也有安尼嘅用意，嚇讓日佢哋都台灣人出都有抗議，嚇但係你一抗議嚇。好，一槍一種就會壓本國的人的嗰種態度，落入給他圈套。我知道一點係講清楚，所以我想就做3年就有安尼效果，所以以後佢係咪會再做？我想係咪有可能？我有看到，就是在這個事件宣判之後，其實包括不僅是陸委會，總統府的回應措辭也算是很強硬。那在這樣的強硬措辭之後，我們看到是換來這個國台辦的這個發言人馬曉光說，任何企圖利用這個案子做政治炒作、挑撥兩岸同胞情感對立的做法，都是徒勞的。我想請教一下兩位，尤其是王老師先回答，就是說，究竟李明哲事件對於兩岸關係，它有多大影響？沒什麼影響，不會有太大影響。你說對於台灣人民，是不是這個什麼，會因此不去大陸了，或者因此就認同這個大陸的民主，我想可能性也不高，好，那只是一個過程而已，哈。其實我長期大陸，我也認為就是說，奇怪了，那共產黨是什麼樣的本事哈，讓那13億人口哈，能夠讓他這樣的一個集權的統治，想想只是他們常常的宣傳裡面說啊，184年的鴉片戰爭以來8年的戰亂，再加上中共建政前30年的那種政治運動，啊，一直到現在，你說那個什麼，這個習近平動不動也是反腐，對，打老虎啦，或者是飛老虎，哎，這幾年人打下來大概有75000多個官僚，是相當多嘞，所以隨時你可能都會遭受到這個什麼政治的一個壓力或者是迫害。那所以呢，他很自然的，既然政治禁忌很多人就自然說，那我就在你商業不管嘛，我就躲到這個什麼經濟領域來，哦，從商啦，或者是在商業方面去企業方面去經營啦，類似這樣的一種情況。哦，那少數的就是一些維權人士啦，哈，但是這些維權人士或者法律的這種人士，他其實律師這一方面的，在整個人口的總比例上來講還是少的。好，所以
你看11月份的《求是》杂志哈，那么有一个大陆学者他就写了一篇文章，他说中国现在是全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对，刚才张老师也提到，对这个民主国家，因为它已经超过印度了，但民主它的民主跟我们民主不一样，它是民主集中制的民主嘛。所谓民主集中制就是说，先让你讨论，但是讨论完以后你就不能反对喽，对，就集中喽。所以你看哈，这个他们比如说前19大啊，很多人3、4千人坐在那里，其实没有讨论啊，都问他们只是问说有没有反对的。对，就我们这2天很流行的一句话，走程序。对啊，但是对他们讲，你看我们这么多人坐在那里啦，都有讨论啦，只是他们没有发言而已啊，对不对？形式主义的。对，但他已经做到了，那既然已经通过了，那就要执行。然后不管那个执行是对与不对，但这个东西到最后就是局钱嘛。所以最重要就是说一种压力，一种恐惧。我们知道极权主义本身就是它的德性啊，就是恐惧。对，让你害怕。对，这在法国的这个孟德斯鸠就已经提到了。所以说这个什么，没有恐惧的话，就不可能有极权了啦。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虽然大家都很开放啊，人很那个。但是大家不要忘了他集权的本质，他还是集权本质啊。所以我们说实话，我们觉得很奇怪了哈。上个礼拜才到中国去学术交流，他们终于教我弄帆船两体，帆船墙啊，帆墙。我说，这个全世界真的还只有这么大的一个国家，然后经济还这么发达，还需要翻墙的这样的国家，才能够上 FB， 才能上这些社群网站。对啊，才能上看看台湾的那个媒体嘛，对不对？你想看客家电视台也要翻墙才有办法哈。这个是个很不可思议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哈，所以它的一个民主的价值跟我们民主的价值不一样的。它不管你什么人权呐，不管你我们西方式的那种民主的重视这种人身自由的这样的普世价值的东西，他不重视这些。他重视的东西只有一个东西：我能养活13亿人口吗？养活了就给予他们最大的人权。所以日后我们在看待中国式民主的时候，不要忘记这个前提，他们依旧是一个集权的国家。上半场就关里面家的讨论先进行到两边，先希望两位教授、观众朋友希望呀，下半場來看到係點轉呢？要發下咧 ICBM 就係探討會談，咁嘅時候咧，仲叫係去到先嚟一下，咁就。翻過轉頭討論現狀，下半場咧關注嘅是東北亞和平。看到75年以後，北韓有啥討談禮拜三係火星15，也算係 ICBM 洲際飛彈。到底火星15有乜個特點？係咪大家會喊下笑？一擺公布嘅資料，火星15佢比嘅非常高，佢可以比到東高。到4000公里。係以地球嘅一種嘅物理嘅形態嚟講，佢比嘅越高，佢可以跌咧就越遠。係啊。所以講就代表佢沙場越來越大。去年就打到美國嘅華府，東岸都打喺度。就一種物理嘅特性嚟講，係有一種嘅可能，但係佢畢竟冇真正打到暗焰，所以技術上嚟講，係呢只能講有一種嘅可能性。但係另外一方面，我相信北韓佢也提到真正打到暗焰，係咪會引起其他政治上嘅效應？可能也動入重，所以佢動聰明，佢就打到當高，讓他家自己去算，其他國家用科學儀器一算，一直都講佢比到按高，佢車都可以跌到當嘢，但係佢就一擺當高，但係佢特別就當腳就超重佢，讓佢夾夾跌下來，所以佢一直就跌到日本海，也就係講佢展現嘅實力，但係又冇講觸犯到其他國家，因為佢真係比到當嘢，佢可能就馬上嘅就有非常嚴重嘅後果。一展現實力，但係又冇產生後果。我想一點係佢北韓一種政治軍事外交，佢不斷呢各種嘅手法嘅運用，越來越熟。然後也所以大家也不能夠小看一啲金正恩一啲年輕嘅領袖啊，所以佢比大部分國家領袖就年輕當多，後生當多。你拜嘅 ICBM 呢隻火上升
可是算伊利号的飞弹。以北韩的国力同经济来讲，吼，係非常不得了。所以說出也點係事實啦，因為佢不斷呢，吼，大家看到不管佢準確嘅長途導彈用，因為唔知佢以前嘅目標都哪嘛，即特別看到佢就跌到海航嘛，唔知講佢跌嘅地方係咪就真佢嘅目標，係其實同佢用以前嘅目標都在距離有幾遠也唔知啊。但係不管用佢沙場係越來越遠，而且一提一點，天然佢特別一發射之前吼。幾乎就冇情報啊！哦，佢講一發射，他就會我了解日本有查到有電波嘅，前一年日本有查到。所以講也就代表其他國家一種嘅外真情報吼，天子方面嘅對抗吼，也係不斷都升級啊。但係總嘅來看哦，佢特別一發射，吼就會發射就發射，絕對唔會講佢內部有泄密啊，吼內部有乜嘅情報會流出來，代表講佢對佢軍事嘅控制吼，政府嘅控制吼，係呢非常嘅確實。我想一點係佢要展現嘅天意嘅宣示，就係講我一發射就發射，絕對唔會講我一發射後有乜嘅阻礙，係呢有乜嘅情報會流出來，本韓國、係呢美國、係呢日本地度吼，一點係佢嘅一個重要嘅目的。那經紀人在發射之後，我看他在媒體上，他非常的開心，然後他講說，這是北韓實現這個核武大國的歷史大業的日子。究竟沒有人能證實北韓是不是一個擁核國家。第二，北韓是否是擁核國家，對國際社會而言有什麼差別？基本上我們可以看得出來啊，這是一個洲際彈道飛彈哈，就火星15哈，它的高度已經到4500公里了。對。啊，這已經是過去以來最高的，上次這好像只有4000公里。對。他們說還要再突破，確實看得到哈，這次又突破了哈，而且它的飛行的最高、最長的、最遠哈，可以飛行13000公里。那幾乎等於是包含了這個美國前進都可以那個涵蓋在射程範圍之裡面內。對。那現在就是說，好了，它現在已經有這個洲際飛彈了哈，可以飛行那麼遠，可以威脅到美國了。那現在大家在擔心呢，它是不是真的有那個核彈頭？對，最重要在這裡。那剛好在29號那天，它發射那個這個飛彈之前，北京就傳出說，他們可能最近要進行第7次的核試。對，第7次的核試還要比第6次更先進、更威力更大。上一次的第6次核試的時候，它造成6.3的地震，6.3規模的地震。那這個已經是什麼？使得那個豐溪里啊，很淒慘了，對啊，很淒慘了。那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如果說它第7次的核試，因為第6次是氫彈，第7次有核試，如果是核彈，啊，然後規模又超越氫彈的話，哦，那這個美國恐怕真的就是要心裡會緊張了。可是老師，就像之前北韓的官員接受 CNN 的採訪的時候，他們提到說，北韓在這個階段不會跟美國上談判桌。他們必須要在下一次，就是您講的第7次的核試之後，才會來進行這個動作。所以，綜觀這些所有的訊息，接下來可預期的是，一定會有第7次的核試。北韓主要的一個觀念，他就是說，反正我現在你沒有看到我核試那個什麼完全的成功，我跟你上談判桌，你只是給我壓力嘛。就是制裁，但是他要你就是說，你承認我是一個核武國家，我再跟你上談判桌。差別在哪裡？他是不是一個核武國家？差別在哪裡？他如果是一個核武國家的話，那美國方面很多方面就會讓步啊，你知道？就是說像我們像現在，譬如承認這個什麼？但美國沒有對巴基斯坦讓步，美國沒有對印度讓步啊。問題是這個什麼？我們講這個讓步哈，在國際間的讓步，其實就是說，你現在譬如要對他壓力最大的就是什麼？一定要讓他放棄核武。啊，但是。如果承認他是個核武國家，你就不會讓他放棄核武。那核武對他來講呢，對北韓的意義來講的話，就是維護他的政權。啊，他不希望。政權沒有不穩啊。問題是他外部的因素啊，你知道？就是他隨時都擔心會發生第2次這個什麼韓戰啊。那韓戰如果再來的話，那這個金氏政權還能維持嗎？對不對？以內部的這個什麼人民的這種生活狀況啊，那麼淒慘了。這人民真心會維護這個金氏政權嗎？這個都還是一個很大的問號嘛。以常理來判斷的話，可能性不高吧。因為在一個集權國家，就是說你還這個政權還存在的時候，你可以動用很多民族主義啊，很多宣傳啊，讓大家提高那種情緒。
可是当战争来的时候，没有机会再去宣扬这一些所谓民族主义的东西，没这些精神上的东西都垮掉了以后，你看是不是摧枯拉朽就垮了？对不对？二次大战你看这个什么集权的国家，军国主义啦、纳粹主义啊、法西斯的、啊，对，结果都是他们垮台。好，所以要了解的就是说，一个集权国家跟民主之间的一个国家的一个对峙是。我们这边的民主国家是分歧早就存在的，战争一来的时候，反而大家会口径一致。是在集权国家里面啊，它本来是没有分歧的，表面上没有分看歧的，似团结，哎，但是有外力冲破这个分歧以后，它很快就摧枯拉朽了。所以我相信金氏正觉得金正恩他们也应该了解他们的一个政权的属性嘛，他知道弱点在哪里。啊，对啊，弱点就是千万不能爆发战争。对啊，对啊，但他却一直以战逼和。对啊，但是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讲的，他一直在采取这个战争边缘嘛的一个政策嘛。所谓战争边缘，就是我把你逼到好像墙角要打仗了，但他马上就退了。其实他是最怕战争的。这个最怕战争的啊。老师，你看到刚刚王先生、王高叔讲到，黑讲第二次韩战爆发，刚会冲到1953年，其实该时间美国对韩国算是母大洋的。所以美国了解讲，其做咧彻底摧毁北韩政权，只有利用国厉害实力来看，你还国土你蛮对不？这在时候韩战呢是嘅北韩喺得到中国还有苏俄潜力的帮助。好，以下来讲已經冇蘇俄嘅，俄國係咪話潛力咧？像幾隻時候用本北韓幫助吼，可能性啊，像所有研究國際政治人就知道動大啊，然後佢冇一種事嘅話，佢中國呢，以下同美國關係也當好啊，至少比幾隻時候來好當多。所以係咪中國要出動100-200萬軍隊吼參戰吼，然後幾隻時候假設中國冇出動軍隊參戰嘅話吼，以下韓國做要統一咧，北韓做要把佢消滅咧，所以。中國真係真件關鍵嘅因素，但係而家中國係咪會派兵參戰？有可能性無大，所以剛剛王先生講得非常正確，就講而家不能戰啊，一戰啊，佢就絕對就亡國咧。所以點都係有一個核子武器吼，唔敢輕踩來發動戰爭，好唔敢來統一，因為南韓嘅國力已經你知道佢哋都在有嘛？我知道有，真嘅，我知道有，我知道發展嘅研究吼，全國嘅國力吼。你見咩？迄個2000萬人的國家，全國安尼，全國安尼兵嘅假生命全部就發展一樣。